哇，迄唔係歌曲非常嘅好聽呢，無唔錯，也就係三叫太後生樂團愛豆新嘅專輯做安太湖山嘅曲名歌曲吼。一種專輯特別為大家推薦，故 sorry 他今日非常歡喜，做在啲節目當中邀請到我嘅樂團，細細嚟分享我嘅音樂總監顏志文先生阿文哥。大家好，我係顏志文。分享先生，韓國呢，接下來我嚟介紹我哋嘅客家西郎嘅貝斯手嗬，開飯。大家好，我係開飯。哎呦，冇錯哦，客家話有進步了。接下來係我哋嘅鼓手陳彥洲阿洲鼓嚟分享佢。大家好，我係阿洲鼓，很高興來到節目當中。哎呦！我今日發覺嗬，幾多客家話嗬，今年竟有進步哦，當好耶！分享大家。平常時我哋叫他唱歌嗬，就是很自然一個團嘛。今年我哋喊起一間樂團，唔過呢有啲係繽紛二路嘅感覺，因為呢一嚟節目上節目，讓大家嚟推薦我哋嘅專輯嘛嗬。其實大家拿到專輯嘅時間，要當好奇做埋一種專輯問到做安太湖山，也採問我哋嘅創作者阿文哥咧。係因為一種專輯裡邊最主要嘅歌哦，就係做安太湖山。哦，佢說因為一條歌嘅可以講過去我哋嘅客家歌嘅裡邊比較冇去描寫一個比較太窄嘅一個目標哦。所以我哋客家歌嘅本人嘅感覺就講當到我哋嘅寫七格嘅物卡嘅事情哦，比如羅屋啦、哈羅路啦、哈，還有阿婆啦，就係青島我哋嘅題材哦。所以一種專輯裡邊有一條歌嘅吼，也係一個比較個特別嘅一條歌，就我生長嘅所在屏東綠隊吼。其實本身到台路一次看到太湖山ที่安太早都去啊睇安尼不卡嘅動片，所以等於講最平順嘅東西，有時間民一看到只是冇去注意哦，就個不聽標係。係啊。不過後來出嚟做些吼，在轉去嘅時間看到嘅山嘅時間，哇，就會馬上有一個清強烈嘅感覺。係啊，一座山，按未睇嘅山去啊睇下邊，到底係有乜嘅意義嗬？所以後來我又再去思考一個事情，如果太湖山同客家人嘅關係喺哪邊？所以慢慢咁了解講，睇我哋平順安久嘅山哦，去啊睇哦，別人嘅歷史很下長，但是冇想到一定我哋客家人也有咁樣青松態嘅意義嗬。所以我都寫一條歌嘅，做安太湖山，來尊敬一個太湖山，來致敬一下。係啊。其實講到太湖山，佢應該算來係前代表綠隊體系啦，因為啲華東一帶一出到屏東體系，嗰啲水係灌溉屏東平原一個非常重要的水源嚟嚇。係啊，因為一個山吼，佢一睇中央，第一個中央山脈嘅最尾下，但是超過3000人工廠吼。嗰時候睇頭擺嘅大家做農嘅時節吼，佢可以當燈風采，吼，將嗰啲風采大部分啲當片嚟嘛。嗰時候有太湖山地嘅吼，有個屏東平原都綠隊體系啦吼，綠隊嘅客家人大嘅所在，所以當燈風采係要提供很好嘅水源啊，包括飲食咧，還有一個農作物，農作物有個灌溉要用嘅吼，田橋要用嘅水吼。全部靠一個太湖山，嗰時候冇老實講，喺冇太湖山哦，講綠隊嘅人生活當艱苦啊。你哋會遊戲哦，真是，我當頭中流咁樣。我都冇，我都要參與咧。係啊，嗰時候你嗬，本體家看到，其實一看到就係當亮眼嗬，當sáng眼，認識到大家係乜嘅呢？嗬，嗰個人講，奇怪嘅專輯嗬。喺我字幕啦，係啊，因為有一個空呢，我也就請我哋嘅故事嗬，佢嘅書唔但唱做啲打鼓，還做啲走講嗬，同大家介紹一下，其實也做啲走講嘅，係嘛？韓哥同大家嚟介紹一下，嚟跟大家解釋一下種專輯好冇？嚟介紹一下。走講嗎？一下唔是走，一下要走本大家看嗬。走。
啊，这样看得出来吗？啊，现在这个光看不太出来，我们用介绍的好不好？好，哦，还能有编发，好。同时同大家讲一下，这张照片哈，真景喺啲太湖山嘅河巴船翕嘅啊哈。当时有这个设计呢，老师同大家分享一下，嗰同时有冇有安尼嘅想法？因为拄好一个山吼，大家就讲一方面我平常青岛人去客山，去北野山吼，然后如讲要住山脚下嘅风景本来都动江，吼，所以我哋有一条高嘅作为一个主打嘅歌哦，所以讲我哋亲自演上都讲，落去山下也好啊，其实我哋有到山上去吼，但是拄到落太水、落太雨，所以都本意写下来，安尼喺山太下，但是山太下山脚下说喺新碧河坝爽游吼，新碧河坝临边溪啦吼，临边海去爽游，安尼对迄边拄好遥望大武山吼，所以翕出来嘅景色就係安尼。佢講呢，也係自然的哦，這個沒有經過後置加工哦，也係完全給伊翕出來安尼嘅講，嘅係日出差唔多4點人望到5點嘅時間翕到嘅。係啊，所以比如講本大家有個沉刻嘅嘅，係可以教一下，主要也刻啲嘅坑啦吼，就講睇不卡是用一個台燈啊，再用個射燈嘅哦，照顧伊都當場日頭吼日出嘅時間，因為安尼。嗰池地背吼都有描寫到講一個日頭吼已經北上吼，而太湖山嘅鏡頭吼，所以日頭同山喺一條高地背開頭嘅時間，我哋會表達嘅東西。哇！你經講經常去重歌啊，真緊啊，因為經常到了歌詞韓國嘅意見咯。大家係講有已經聽到，也講買到專輯，有看過了歌詞本哦。其實我發覺一隻東神奇嘅是講。太湖山，我們把它定義的性別呢是女性母親的概念哈，我想也應該係有特殊嘅意義吧。其實我哋講啲吼，媽媽係最厲害啦。所以我哋講，係啊，我哋講天橋咩講 Mother Earth， Earth Mother 哦，所以我哋對山嘛係用母親，母親吼就本意嘅溫暖、安全嘅感覺，所以一聽到用女性啊。好，安尼女性主義講哦耶，因為我哋要孕育新嘅生命啊，哈，有新嘅生命哈，我想出新嘅專輯，我哋都係非常歡喜哈。特別看到我哋做得同大家分享音樂，香港咧來介紹歌曲哦，哈，係出啲講我哋動認真哈，包含講我也講開飯。阿照顧，我上網寫歌了，因為呢，其他下一種專輯做得有限那多，冇共用嘅作品同大家見面啦吼。今日看到係我哋簡單介紹一種專輯吼，等下繼續多轉來福起來咧吼，有限那多精彩故事同大家分享哦。大家到轉來福起來咧，我來唐山橋台後山樂台，我哋有做恩太湖山兩種專輯嘅故事哦。家下大家有看到嗰個打開來，時常有看到太湖山麼？哎呦，會講看得到麼？大家那度用詳細來欣賞一下哈。其實最新嘅專輯冇簡單，因為發動到係新鮮，當到係時間，當到係錢哦。我想家下頭先阿文哥要同大家介紹，啲嘅想法、啲嘅概念，韓國我哋會貝斯手開翻啊，阿翻古嘅咧客家寫咯，我哋也講海料，家下要講語言，唔知佢哋兩種撈橋下堂嘅什麼？出新的專輯感覺怎麼樣？感覺就是總算就是有新的專輯可以正式的，就是給大家知道這樣。因為這些歌裡面有2/3的歌，大概我們已經演了很久了，大概有2-3年都就是現場演出都會演。只是就是每次要有人說要我可不可以有什麼 CD 可以聽的時候，就是都沒有。那我們總算就是有進錄音室，然後把它整理出來，然後變成一個專輯，這樣子覺得蠻好的。我看一下你詞曲，這詞曲好像沒有鄭凱凡的名字哎。這個繼續加油，要寫歌哦。是隱形的幫手。你很重要啊，你就是貝斯嘛，對不對？不過係個
做得吼三角台后上乐团是鼓励每声音都有写歌的能力，所以大家都做咧写歌。那阿昭呢？阿昭随行喺啲乐团较新入团嘅人吼，西路台。西路台，第一摆人就向他录音，就係挑戰亞嘅係 live 錄音，就是阿昭第一次跟樂團的一起出版的專輯嘛，哈。對。感覺如何？很開心啊。對。有覺得很有挑戰嗎？很有挑戰。用一個。因為這是一個樂團的同步錄音，那有別於以往我去錄音的方式。同步錄音就是大家一起彈、一起演奏，然後他如果一個小小的錯誤，可能就要重新開始。那對錄音來講是蠻困難的，所以音樂要很熟練，然後整個段落都要很了解。所以這是相當有挑戰性的任務。錯，佢講到重點，佢講相當有挑戰性，因為呢冇困難嘅事情我都冇去做。先生，因為其實剛講到愛 live 同步錄音哦，有一個情困難，就講每3人都會進入那個音樂的狀態。韓國人做唔得彈唔錯嘛，哈，嗰個也係有一個同色彩，就講愛花青島嘅時間。可能沒辦法傾到嘅錢，因為你要啲嗰隻狀態喺當好嘅時間留下來。唔係講大家分軌路，我愛彈愛自己啊，唔錯，我就再個彈一擺就好，唔係安尼。嗰種事係有啲想法係做咩咯？其實因為我哋一道歌啊，頭都有講到這個一道歌我哋已經喺現場演出幾廿年，2-3年嘅時間，當然陸續啦，都。所以既然睇一個現場，如果你未擺現場嘅演唱，都等於講要重新嚟複習、重新嚟練習啦嚇。所以應該講到錄音室去後，唔係咁困難。不過真是唔踏到錄音室嘅時間，規則個都冇共用嘅故事嘅嚇。所以講，因為錄音室錄個當清楚我哋嚇錄樣樣嘅，一些些嘅問題都冇突一個本嘅存在嚇。故所我哋彈到有那特別唔錯，可能拍攝彈唔出來，但是我哋因為講做唔到，一天可以更好，所以呢個時間我哋要會重來啊。故所講起來當然比安尼單殺一殺略好較困難。當然其實對2008年開始有三角台後上樂團嗬，到今我哋出嚟差唔多4張專輯。好，都做完太湖山，先生之前有講過，其實佢知道樂團有一個新嘅境界，個喊啊成熟咧，更成熟的。好，不過我相信未來還係上去個挑戰，先生對我哋有乜嘅特殊嘅要求，亦係期待冇？我要求當多，因為大家攏蠻好上啦，嗬，所以講我也因為講大家嘅有個潛力動態啦，嗬，所以講我喺國城啊嘅任務都講想辦法，讓大家嘅才華能可以盡量表現出來，嗬。所以第一度講實按你講當簡單，不過就講怎樣會將大家嘅才華可以發揮出來，嗬，就透過譬如包括講寫歌嘅創作歌謠，嗬，還有樂器嘅練習、現場演唱等等，嗬，我經過青島嘅現場嘅鍛鍊，嗬。真有可能一步一步向前行啦。所以我係真是因為講三角台後上吼，係都見雖然講成立也有10年嘅時間吼，但是呢因為講頭先我還有一長嘅路可以行，吼，相信講可以行到當好，所以係我嘅期待。哇，先生真經係有愛的教育哦，因為時常要俾我哋鼓勵哦。同大家報告一下，你看我哋根本係作嘅衫褲，當得對，其實我哋冇講好啊。我看到因為大家有默契，要真研究喺平常時訓練出來嘅，因為我哋係喺維持嗬固定時間出來練團，所以希望有好嘅音樂呈現俾大家。其實也對嘅樂團來講嗬，要維持嗬非常嘅冇簡單，因為每一個人有家庭啊，有其他嘅投入啦，嗬，尤其做音樂，有啲人不講。你做嘅係藝術工作，好啲台灣做藝術工作，我係你知道你當幸福。唔過有人會知道講，可能你嘅生活感會冇按好啦，
也係講有啲困難啊等等啊吼。其實欣賞係因為唔堅持，我哋想聽你唔堅持啲喎。冇人講，其實因為講應該每3年吼，就只要認真去做一項事情就可以嘅。哦，喺近邊迄種講我唔勉強大家安尼做啦吼。同我事前要講，你睇人家嘅音樂廳，人嘅人生當中吼，係乜嘅？嚇，講乜嘅 TV 啦吼。喺講因為講係人生裡邊最重要嘅事情嘅時間，你就好好去做吼。所以我哋每3年，攏基本上投入最多嘅就係睇音樂嘛。所以你既然投入要睇音樂地位吼，你就好好嘅做創作嘅。其他人因為講冇想咁多，哦。至於講示範的問題吼，其實佢做每一項投入基本上都有佢嘅困難。哦，但係比如講做音樂嘅好處講，模範後事嘅時間吼，萬有7-8，帶得到7-8完美啦。我知道我哋都係各有理想嘅人啦，當初開飯係咩係喺 Berkeley 畢業轉來嘅，佢係出國以前就聽嚴老師來學習，個轉到台灣以後，因為佢嘅機會，個再個簽佢轉來做團員啊嚇。開飯因為跟聽聽阿文哥嘅腳步，怎麼會願意一直跟着老師？你覺得老師身上有什麼是你無法抗拒的魅力啊？呢？無法抗拒的魅力，真嘅啦！這輩子最倒霉的事情。沒給他談對你哦，他也是你 Berkeley 的學弟哦，你會給他欣賞啊？你可以給他講有乜魅力，你可以講。這對跟林老師這麼久，就是當初就是音樂上要走音樂這個路也是，當然很多猶豫啦。那時候也是，因為我們那個時代的學習的環境的話，不像現在這麼多的資訊，但跟老師年輕的時候是好多了。可是就是說，我們還是跌跌撞撞過來。那遇到嚴老師，就是打開了許多雲霧。那可能也就是說，老實說，就是誤入歧途的開始。沒有，這個我要再補充一下，就是當初一個開飯吼。我其實聽伊講過幾番，我講唔做乜要學音樂咯？伊講台灣吼，我唔是人啦，哦，也係真嘅。佢說既然我唔是人，我都唔是強啊，所以我做我上愛和我理想愛嘅東西，和我人生因為講音樂真重要。我每啲人都不留意人哋講，我請大學生啊，要等我講，你最好不要再繼續玩音樂。但是開飯吼，我都是講。因為自己有安尼個想法，我就盡量講，好啊，既然有安尼想法，你就認真投入。我總想鼓勵下，繼續堅持啊哈，因為我哋需要你，我們需要你。啊，咁照顧呢？以前認識阿姐嘅時候，其實出啲要動到嘅發通出嘅前期嘅啦，哈。後來聽聽三個太後生，哈，都已經也有幾年的時間了，哈。你知道啲樂團啲都。像阿文哥有乜嘅本兒動嚴格嘅，也係講本兒動到鼓勵嘅地方嗎？你覺得老師給你的很大的鼓舞是什麼？我跟老師一起組樂團，然後我覺得最大的收穫跟鼓舞就是我們可以學到很多音樂上的事情。對啊。因為你不是科班，對不對？我不是科班的。哦，可是鼓打得蠻好的耶，有冇很強？是因為進入山狗大以後嗎？被老師調教的。還有哈，因為我們練團的時候，那個狀況是講欣賞會自頭講，因為進步啦，因為方向欣賞都會講。其實本太家動到嘅鼓勵啦，我哋咩叫有學習嘅空間，我們知道我們還有很大一段距離要奔跑啊哈。還是同太家推薦一種轉型吧，我咪想我邀請我哋嘅團員同太家一人推薦個2首歌，好不好？你心中的這個推薦歌曲，我當然係每一條歌曲都當好它，因為每一條歌曲都係我唱嘅。當然欣賞上嘅冇強用，我想阿昭先同太家推薦一下，好唔好？跟大家推薦，個人有什麼偏好？檳榔的獨白吧。哦，檳榔獨白，還有呢？那再來就是早安大虎山。啊，早安大虎山，頭前有唱過哈，
给开发员推荐哪一歌曲？那我也是槟榔的独白。哪讲呢？然后就是天庭的月光。哦，天啊，等跟月光。哦，几欣赏呢？你下一歌曲全部会推荐。我唔要推荐我自家歌的。哎呦，你记住推荐我嘅歌诶，因为一种真是由阿文哥写嘅，没有 Rita 写嘅，故上你推荐我乜嘅歌曲？係啊，因為我寫歌，大家人可能會也當熟悉嘅啦。但是因為講 Rita 歌更寫更好，所以睇一啲杯我哋每場演唱會一定會唱嘅就講行地啊如虹哦，還有首山歌唔馬莎哦，山歌你哪位？一種首歌可以講我哋演唱會一定會唱。你表示講一歌嘅吼。蘇粉樣吼，啊，如果講我哋樂團表現起來吼，適合我哋樂團嘅表現。好，既然大家推薦到安尼吼，我想我哋等下討論一下，個唱歌俾大家聽哦。也請大家了一下，繼續進到福起來咧，來彈歌曲哦。心事本來談，佢講佢來的每個情愛吐訴，從年代的玫瑰人一步，老公做做無地址，甲伊三個年，已經10個月。上世界嘅體力好，甘甜種菜萬愛做財富，一家人手工也求甜，辛苦行過來，也落淚無路用。在牆的漫遊家，加減數神有凡事。槟榔嘅突拍，唔係做嚟講搶嘅突拍哦。一首歌彈歌名就知道當特殊哦。當然我就會唱到下一歌嘅阿文歌哦吼。我對一搶嘅槟榔其實有當到嘅好奇嘅所在，因為我冇食過，我之後有機會應該去看下吼。老師嗰當時有冇寫安尼嘅歌曲？係啊，因為槟榔對南部對客家鄉親來講吼，不但係真重要，係一個親有感情的一個農作物吼。佢係算係經濟作物係，因為一個大部分莊下吼，收入應該較多吼，所以講無後生嘅人可以種作。這個槟榔就講限可，因為槟榔是要一個人工較少啦，哦，所以講人數太人哦，限可去固定一個搶嘅人哦，所以講
所以加减的本金呢7家万初呢都7家20番的钱哈，这个有本有番或是有3个做哈，啊甚至讲我哋过去的时代吼，就讲因为青岛这样的农家人哦，肢体的读书啊，其实也是科业的变强的吼。当然南部青岛其他农作，包括讲有私募的啦、吼中共州啦、中联府也都，但是老实讲，伊安农业的较无变的会种强的。吼，其他都讲，比如讲安尼性别不卡吼，过去有远中联府也好无的，吼，所以讲啊共州呢，有时好有时无。无的呢要更加嘅无加出啦，吼，睇南部也变成吼，所以讲我们发现讲。过去6队天气青岛中无，但是也异常严重。但是强的沙地亚几20年哦，拢同样就很轻普遍的去种植哈。那主要如果对农家人的生活呢，系一个轻松的一个保障。所以讲，我哋对槟榔可能尤其多数物件，包括我7家啦哈。但是我赛政不卡去待时间吼，发现到讲。槟榔其实佢背後有一個輕重要嘅意義，尤其對一個客家鄉親嚟講，所以一方面當然入邊嘅自家喺度睇槟榔園地方，長嘅園啊，所以明日同長嘅鄉下就會日久生情啊，你係係按你講啊，操作其實呢度時節吼會點下嘅時刻，做乜嘅叫個長嘅睇屏東，對屏東嘅客家鄉親很重要，所以有一條歌嘅。係啊吼，我哋創嘅時間每次都非常的感動啦，因為建創嘅時間，我們思想到都在重要嘅東西，原來對人嘅生活、對人嘅家庭規則都有動態嘅影響。吼，比如說我相信下一歌曲，咪係講到農村嘅人哋，嗰個人挖頭轉去看，係唔係人要珍惜人嘅土地啦？吼，係啊，先生一種珍惜地度，其實佢田地呢都係6隊天氣嘅生活，故所以一種珍惜，我知道喺你轉到6隊定居以後，吼，具體嘅影響，幫你創作出一種珍惜。係呢，吼，所以講我哋用嘅過生活吼，除非有用嘅心情，啊也除非產生用嘅創作。故所未來我想當其他我都。會做出用嚟嘅音樂啊！哈，真是6隊青島故事。係啊係啊，佢嗰尤其向人家總買講話，開發寫歌嘅啊，這個寫歌曲，因為每個人嘅生活體驗無同樣，寫出來嘅歌一定無同樣。看故事寫嘅歌，可能佢嘅節奏就會動厲害，個貝斯呢，可能佢嘅節奏、佢嘅旋律咪係動特殊嘅。好，嗰種係非常期待，尤其呢一個嘅客家細路。依個唔係客家人，唔過佢哋來做客家音樂，佢哋所講係咪越做越好聽哈？問佢哋，你們在沉浸在這個客家音樂裡面，你知道收穫動態係嘛？給收穫很大是什麼？收穫很大是，就開了另一扇窗吧。就是因為不是這樣長大的，但就是跟着三狗大這樣到處跑來跑去。然後接觸到一些人，都發現這個客家的文化，客家人就是其實都一直在身邊。然後現在也會聽得出來，有些人講話就知道，這是客家人，或是說到一個地方之後說，這個是客家莊。哦，你現在分得出來了？其實蠻早之前就分得出來。你不用係客家人的，還以為按呢？對，就是發現我們這塊土地上的多元的文化，因為以前可能就是國語運動，然後我的環境大部分都是還是閩南語，就是不太知道這一塊。對啊。按你懂後呢？個阿照顧呢？你從小在高雄生活嘛？對。也是講閩南語，是不是？對。哦，所以真正接觸大量的客語，真的是進到三九台後上樂團。是啊。哇，各位，你有冇感覺？覺得在客家音樂跟你做其他音樂有冇冇共用的地方？對，就是文化吧，然後是有故事的，我們的歌曲都是有故事的。客家音樂就是在講故事這樣。哇，
懂会讲法诶，其實基本上是懂少講法，不過講出來嘅法，哇，講到懂吼，應該講係有文化有故事嘅，係啊，我知道係講有安尼好好嘅想法寫出來嘅，就會感動人吼。當然家兩邊唔係客家人咩吼，從佢哋嘅角度來看人嘅文化，原來佢哋係安尼看，我哋咪以感動啊吼，先生搞到吼安尼冇白費心血吼。各位愛考佢哋一下好冇？因為我哋順勢吼，在考試嘅時間來推薦歌曲俾大家吼。因為佢也我聽書給佢出啦哈。馬賽爾先，等一下你們看到這個文字，這應該是蠻容易，都是我們的歌名啦哈。你就會講客家話哦。現在佢會講西安去了太步呀，也全部做得。哎呀，馬賽爾先，好了，開飯啦。老婆是客家人，懂好是客家菜唔掂哦。不說哦，我相信已經不太會講，懂簡單啦。哎呀，也好歌曲，都好係我寫嘅，咩阿文哥沒有推薦嘅。向的野路香。可以吃嗎嘅？向的野路香。太上得誒。向的野路香。向的野路香。係中山鼓勵啊，向的野路香。好，其實你有歌管哦，有啊。香港大家一個好方法，就做得一片彈音樂哈，一片唱向天涯路紅，挑戰青島，安尼就好播嘅。講來阿姐，哦，冇問題啦，故事懂厲害，節奏啊，乜嘅旋律哈都難不倒他，佢也可以是彈鋼琴，乜嘅啊，會打鼓咩會彈鋼琴按腔哦，哈。呀，咩係而家？而家推薦一個，一完全係我凊彩出嘅哦，來搶講。周安太武山。再一次。周安太武山。周安太武山，也就係我哋最新嘅專輯推薦俾大家，咩本中山鼓勵。嗰時候我想三個台還有三個團一個會有哈，繼續寫好歌俾大家。前面我想。因為一種專輯咩係累積嘅幾年嘅時間啊，阿文哥用兩句話同大家推薦，也講你嘅心情，好唔好？係啊，分享大家多多來屏東綠地天氣來行了，哦，還有一面談得一個歌嘅，哦，一面開茶，超不超有感覺啊，懂享受，因為真嘅有人安尼講，哇，你的音樂很好聽哦，嗬，開飯同大家推薦一下一種專輯。這是一張從生活出發的專輯，就是推薦給大家。耶，今日做鼓呢？就旋律很好，很好聽，適合平時做事啊、工作的時候聽。呢個無論乜嘅時節彈出係最好彈嘅出嚟啦。好，今日非常歡喜同大家推薦我哋做太武山一種專輯，今日再一次來感謝阿文哥開飯樓阿照顧，感謝。什麼所有嘅朋友，共下來สู่看福起來咧 ，Rita 再一次什麼大家哦，有請大家繼續聽您先生來做演出，上來了，拜拜。